大家好，我係4望班嘅方星林。今日呢，我就為大家介紹呢本書，叫做《狗狗小百科》。呢隻就係松鼠狗啦。松鼠狗嘅耳仔細而尖，成個頭睇起嚟有啲似狐狸嘅面，不過佢嘅血緣比較接近狼，而且叫聲唔係汪汪叫，而係狼嚎叫一樣。呢家嘅松鼠狗睇起嚟好嬌小，但係佢嘅祖先卻係看虎牛羊嘅大狗。由於經過不斷地改良繁殖，故而已經從大型嘅工作犬轉成小型嘅寵物犬。身材迷你嘅佢哋脾氣雖然唔係太好，因此相處嘅時候要特別注意。貴婦狗，貴婦狗原本叫做水鳥獵犬，一開始係為咗俾佢更加快可以捕獵到水鳥，所以先將佢嘅毛剪短。呢家幾乎每隻貴婦犬都要剪毛做造型。貴婦狗嘅智商好高，係所有狗類之中第2聰明嘅，好容易就可以記住主人所教嘅動作或者指令，而且佢嘅性格十分溫和，因此好受人哋歡迎。法國仲將佢變成國犬呢。西施狗，西施係古代一位靚女，西施狗就係用佢嚟命名。可見中國人認為佢既美麗又高貴嘅狗，佢係北京狗同埋拉薩狗混血所生嘅一種，所以呢兩隻狗生得好似。西施狗曾經係中國古代皇室最中意嘅狗，長期生活喺皇宮裏，當時甚至唔准一般嘅百姓飼養。佢全身冚住好長嘅毛，有啲人將佢塊面上面嘅長毛綁喺頭上面做造型添。我今日嘅介紹就到咁多啦，大家如果想睇嘅話，就嚟圖書館借啦。拜拜。